咱的奥运代表队目前已经摕下2块金、4块银、甲4块铜，写下着纪录。这奥运精彩的比赛，嘛，互艺人真兴奋哦。像这个艺人小 S， 只要选手摕到奖牌，伊就会发文章来祝贺，佮讲要邀请到国手来厝内底食饭。啊，天后蔡依林是伫王泽林甲李阳的相片面顶加上一粒爱心。 结果，这个举动竟然来引起到中国网友的不满，讲因是台独分子，甚至小 S 伫中国代言的4个牌子拢总互退掉。一夜之间，这个新台票3200万的代言的费用，拢总乌有去了。妍希，你真的很棒。 奥运精彩比赛后，艺人嘛真感动。艺人小 S 去为了外表晋升第3查某囝体操选手洪元熙，毋但爱伊比赛后去因兜食饭，佮点名李立凯、林文如、林荣耀、戴主颖等人做伙来，甚至佮写讲你来听全部的国手来厝食饭，就是国手这2字引起中国网友的不满，伫微博甲出征，骂讲你就是台独，看袂起你，甚至连中国品牌嘛赶紧甲伊做切割。 我就要嫁。食品受专再强调讲，国家的利益超过一切，坚决拥护一个中国的原则，宣布甲小 S 停止合作。大人的品牌大人堂宣布改用青阳型号，宣布甲小 S 甲因查某囝合约已经到期，整体损失超过新台票3200万。针对这个代志，小 S 敢若表示讲，先互我冷静一下，无其他回应。共款替台湾选手，互人出征的要义。 蔡依林的韩式动态打羽球男双金牌得主王麒麟甲李阳的相片，配4爱心，虽然无记写啥物，因为李阳面册所写充满中华民国国旗，写国家台湾和花纹的蔡依林的微博，互人灌甲崩去，拢是写台独。 因为目前蔡依林伫中国代言的伏特加等等的酒品，拢无进一步的动作。另外，天后的推手张惠妹经纪人陈定川10年前的旧文章，嘛伫即摆互人佫挖出来。伊写讲去中国发展的无奈，所以讲将台湾的国旗偷偷藏伫落地仔内面，将这台湾的尊严藏伫厝内。好，伊微博嘛互人骂甲变过，甚至陈定川的面册 IG 嘛拢关起来。 敲电话给陈定川，伊敢若讲，这我就无回应啊，多谢。连奥运的比赛，拢互中国的网友挡袂牢，嘛互艺人伫这个时阵拢唔敢加讲，就惊讲引起无必要的伤害。